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介紹分享頻道啦。咁首先恭喜大家已經完成咗我哋嘅華夏杯晉級賽。咁跟住落嚟咧，等緊大家嘅咧就會係我哋嘅全國總決賽啦。咁喺呢個介紹分享頻道裏面啦，我哋會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我哋總決賽嘅內容嘅。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啦，多年嚟咧集合咗中港澳嘅數學精英啦，喺公平公正嘅平台上面競賽嘅，不斷為華人地區發掘啦同埋培養呢個數學專才。而華夏杯亦都唔止喺中港澳地區受歡迎嘅，近年咧亦都受到海外唔同國家嘅追捧。繼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賓同埋馬來西亞之後啦，2024年咧再增加咗印度同埋泰國賽區，比賽嘅激烈程度啦同埋含金量咧係不斷咁提升㗎。隨住疫情受到控制啦，全國總決賽嘅地點咧亦都回歸啦各個主賽區嘅主賽場。屆時咧學生可以感受啦嚟自五湖四海嘅數學精英聚首一堂嘅場面，令到各位學生咧得到一個難忘嘅體驗㗎。而喺華夏杯總決賽嘅資訊方面啦，今年我哋就喺2026年5月10日星期日舉行嘅，舉辦城市就會喺香港。作答時間就小一去到中三啦，都係90分鐘嘅。全卷分為3個部分，一共25條，滿分係120分。甲部就有第1到第10條，每題3分，一共30分。乙部就有第11到第20條，每題5分，一共50分。而丙部就會有第21去到第25條。每題8分，一共40分嘅。咁喺大家了解咗咧，我哋嘅比賽究竟係幾時啦，同埋喺邊度舉行之後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最緊張嘅咧，一定係個獎項啦。咁喺華夏杯決賽嘅獎項方面啦，每級咧都會設有呢個狀元獎，即係每級嘅第1名。然之後咧，每級嘅第2啦，去到第10名啦，會獲頒呢個特等獎嘅。然之後啦，每級嘅頭10% 啦，將會獲頒一個1等獎。再跟住嘅20% 咧，就會獲頒呢個2等獎。再跟住咧嘅30% 咧，就會獲頒呢個3等獎嘅。咁喺獎項方面咧，大家都應該了解咗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應該會想知道一下，究竟我哋會喺呢個決賽度見到咩題目咧？喺後面嘅部分，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咁我哋咧就一齊嚟睇下第一條題目啦。條題目咧就話啦，求1乘 9C1 再加2乘 9C2 再加3乘 9C3 再加點點點再加9乘 9C9 嘅值。咁呢條題目點樣做咧？我哋咧就需要用到呢個二項式定理嘅。好啦，咁我哋一齊嚟睇下點樣做啦。咁喺用呢個二項式定理之前啦，咁我哋咧而家呢個樣咧係唔得嘅。點解唔得啊？因為咧個 C 咧唔係由0開始嘅，佢係 9C1 去 9C2，而唔係 9C0 開始。咁我哋咧要做少少手腳。咁點做咧？我哋首先理解一下先。R 乘以 NCR， 咁我哋寫翻原式啦，咁我哋就會有啦。R 乘以 N fact 再除以啦 N 減 R fact 再乘 R fact。好啦，咁呢嚿嘢我哋如果約咗佢，將上面嘅 R 同埋下面嘅 R 啦約咗佢嘅話咧，我哋下面嘅 R fact 咧就會變做 R 減1 fact。然之後咧，上面嗰個咧抽翻 N 出嚟咧，我哋就會有 N 減1 fact。咁我哋咧就可以平衡翻條式，令到咧我哋可以將佢寫成啦 N 乘以 N 減1 CR 減1，即係話我哋可以將前面嘅數字啦轉做 N 啦。然之後咧，個 C 啦上同下嘅數字啦都減1，咁因此咧我哋條式啦就由原本上面嗰個樣啦變成而家9乘以 8C0 再加9乘以 8C1， 如此類推，一路加到9乘 8C8。咁而咧 NC0 加 NC1 加到去 NCN 咧，呢個咧係有個特性嘅，佢會直接咧係等於啲咩啊？佢會直接等於2嘅 n 次方。咁喺呢條題目裏面啦，佢係 8C0 加 8C1 加到 8C8， 因此咧佢就會變成2嘅8次方。所以我哋咧會有9乘2嘅8次方。2嘅8次方係256， 9乘2嘅8次方即係9乘256啊。咁即係2560減256，因此咧我哋就會有2304啦。OK。好啦，如果冇問題咧，我哋就落去下一條噶啦喎。好，後面呢條你哋會見到啦，就同呢個三角函數有啲關係嘅。睇一條題目先，佢就話啦，已經知道啦0度細過或者等於 theta 細過或者等於90度。咁即係話呢個 theta 呢個
係會喺呢個第一象限啦。咁樣我哋再睇求呢個7減4 sin theta 減4 cos 2次 theta 嘅最小值。好，咁點做咧？咁首先我哋用到嘅手法咧，應該咧就會包含咗三角比啦，同埋呢個配方法嘅。咁我哋一齊睇一睇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一開始咧要做個置換先嘅。咁點解要做個置換先咧？我哋可以望一望呢條式先。呢條式我哋會見得到啦，7減4 sin theta 減4 cos 2次 theta。當中咧我哋會見到有一個 sin theta 同埋一個 cos theta。咁二次我唔理佢住。呢度最大嘅問題係一個係 sin 一個 cos，佢哋咧個 theta 唔同嘅時候，即係個 theta 由0去到90度一路增加嘅時候咧，我會發現咧兩個跟個規矩係唔一樣嘅，一個可能變大，一個可能變細。咁我哋咧會冇辦法判斷嗰嚿嘢啦，整體咧究竟變大定變細嘅。為咗令到我哋可以判斷咧，我哋首先要將後面嘅 cos theta 做少少嘢先。咁點做啊？我哋可以利用呢個三角比嘅恒等式。好啦。點做咧？即係將呢度我哋考慮 sin 2次 theta 再加 cos 2次 theta 等於1嗰條式，去將呢個 cos 2次 theta 啦轉換咗做 sin 2次 theta。咁當然啦，就咁轉換唔得嘅，因為咧其實佢唔係變做呢一個 sin 2次 theta，而係 sin 2次 theta 減1啊嘛。所以最前面啦嗰個7咧就變咗3啦。OK？好啦，咁變完呢度咧，我哋就會見到成條式淨係得翻呢個 sin theta 啦。咁我哋咧會見到呢個樣咧係一個，係一個二次方嘅樣嚟喎，二次嘅多項式嘅樣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點樣做落去咧？我哋可以嘗試使用呢個配方法，因為我哋見得到咧呢個係4啦，呢個係4啦。如果我哋咧要做一個完全平方出嚟嘅話咧，我哋需要再加個1，所以喺個3度拆個1出嚟，就會2加1。減4 sin theta 再加4 sin 2次 theta。咁我哋做咩啊？將呢度透過 a 2次加 2ab 加 b 2次呢條式啦，去將佢變成1減2 sin theta 嘅二次方。咁我哋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啦，因為呢嚿嘢咧一減，佢呢嚿嘢無論點樣都好啦，佢一定係大過或者等於0嘅，係咪？咁即係話呢一嚿嘢成嚿咧會大過2加0。因此最小值會有2。好，有冇問題先？冇問題，我哋就繼續去後面嘅部分嘅咯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啲題目咧，去俾大家咧嘗試試一試新手嘅，都係前面講過嘅題型嚟嘅。咁大家可以努力試一試咯。咁樣咧，我哋要分享嘅題目就呢幾條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嘅答案啦，其實就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嘅。好啦，咁就希望大家再聽埋我哋剩低落嚟嘅介紹咯。咁跟住我哋就會喺最後咧，就俾翻個答案大家睇噶。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我哋奧數協會嘅積分獎勵計劃。咁咧，如果你喺我哋奧數協會啦所舉辦嘅比賽裏面啦，獲得你嘅獎項，例如咧，如果係今次嘅華夏杯總決賽嗰度啦，獲得全級嘅頭3名咧就會有8分，一等獎咧就會有6分，二等獎咧就會有5分，三等獎就會有4分。咁如果累積完積分之後啦，你達到去到26分嘅話咧，就成為我哋嘅 Pioneer。如果你係可以成功去到42分嘅話咧，就會成為 Legend。
而咧，如果你係各級前3名啦，而且多過42分嘅話，更加可以成為呢個 Legend of Legend 嘅。而為咗咁多位咧想挑戰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嘅同學仔啦，我哋奧數協會咧就安排咗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特訓計劃，一節課時咧就長達3個鐘，100% 完全模擬比賽實況，令到各位咧可以熟習呢個比賽流程同運作。而且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，按官方授權資料去分析模擬試題，同坊間嗰啲一般分析咧係完全唔同嘅喎。如果各位有興趣報名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呢個全國總決賽邀請函上面報名。如果你話，咦，我想報名課程，但係又冇時間過嚟上實體課喎，咁點算好咧？咁你亦都可以選擇報名我哋嘅線上特訓課程嘅，內容同實體特訓計劃係相同嘅，都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喺影片裡面分析模擬試題。特點係佢唔受時間同地點去影響你嘅學習，60日可以無限次重溫模擬試題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喺以下呢個網站度報名。咁最後咧就預祝各位咧喺我哋嘅比賽度咧脫穎而出，希望咧喺我哋嘅頒獎台上可以見到大家。拜拜。